物件若得袂着，摕袂着，又犯，得着了犯，得袂着又犯，痛苦不满难熬。所以书中来讲，从失论的有时是用外方的。其实真正完全是内心世界。你今日去下当去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奉献，就是你内心世界不足，唔是表象不足。所以真正快乐来自于放下一切的情绪，而唔是物质的得法。沉默诽谤，最好的答案，最好的答复，对人永远谦卑与恭敬，就是放下自己，也就是专门自己。一句话来讲，真正快乐是来自于放下一切情绪，唔是物质的得法。钱足多，物质足多，地足大，这种是重点，没能够放下一切。所以呢，沉默诽谤是最好的答复。沉默是诽谤最好的答复。人咧甲你诽谤，诽谤听无？人甲你诽谤，你沉默下来。